啊，你上介意食啥物甜咯？红豆饼、cheese cake。恁兜遐嘛有即种店哦？卖甜路的店。有啊，我去买过，内底有足侪鸡卵糕，伊做甲足水的，我会看着足想要食。啊，伊安怎做？伊敢有甲你讲哈？无，我有看过伊做鸡卵糕，伊有足侪材料，阁有工具的。伊迄个大烘箱拍开的时阵是真正足香的。毋知影甜路的烘袂使，逐工拢爱做啥呢？最想要知影做甜路的烘袂使，为虾米会当做出遐尼好食的甜路呢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狗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煮5针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了！跟着阿狗，做人上介高。等一下啦，金姐，你帮我食滴水好无？吼，阿狗，你家己嘛有一袋啊，谁叫你食遐尼紧？毋是啊，这甜路伤好食啦，我一时仔就食完啊。若是讲吼，我家己嘛晓做，安尼我就永远食袂完的甜路安尼。对呢，阿狗，你讲了嘛有道理哦。咱应该去找一个师傅，教咱做甜咯。行。哇，那呢，我就有一堆饼，甲鸡卵糕通好食呢。安尼要先食啥物口味才好咧？金蕉，金蕉。睇着，第一个线索电烘炉，第二个线索甜路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甜路烘焙师。Fish 开始学做甜路疙瘩，已经10档啊。即马开一间专门咧卖法国式甜路的店。捌去过法国学正统法国式的甜路，有摕到做甜路甲做芳的文凭。要做一个专业的甜路烘焙师，毋但动作爱紧，搁爱认真，上重要的是爱对家己有要求，用上悬的标准看待家己做出来的甜路。你好，我是金蕉。你好，我是阿高。你好，我是 Fish。你是要来摕恁订甜路吗？毋过阮即马还未到营业的时间哦。毋是啦，Fish 姐姐，阮是想要来学做甜路，你敢袂使甲阮教？对啊对啊，阮是来遮拜师学做师仔。真的吗？毋过恁敢有做过甜路的经验？啊，我无呢。我有做过主持的节目几落档哦，嘿，我有经验。真的吗？安尼真欢迎哦。哇，Fish 姐姐，这的甜路都是要准备互阮食的哦。对啊，这几个啊，拢是我设计法国式的甜路。啊，毋过恁爱先食过了，才知影要安怎做。法国式的甜路，哇，因敢是为法国坐飞机机来的哈？毋是啦，是上主要的来源，啊，佮有技术拢是对法国来，是用上好的原料，啊，佮有其他的技术来做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法国式的甜路就是甲我同款，外表爱水，敢若艺术品呢。对哦。对。不过法国式的甜路，毋但外表爱好看，口味嘛是真要求的哦。毋过伊遮尔水，我也毋甘要食啦。你毋甘啦，咱就大塔切开来食看卖。哇，这内底有几多层呢？对啊，这就是法国式甜路的特色，咱来试食看卖吧。哇，足奇妙的呢！内底有会扬起的巧克力豆，啊，搁有软软的鸡卵糕，啊，搁有一种脆脆的物件，拢揽做伙啊，那就足侪礼物等你发现呢。哇，我
这个食起来酸酸甜甜，而且佫有水果的香味呢。今天吼，敢有好食？有，食这法国生的猪肉，你就是爱一喙，把所有的物件食入去，你才会当感受到伊伫你的喙内底的变化。哦，就是继续放入去。对。我即马要互因伫我的喙皮内底开 party 啊！你去吧。对，就是安尼食。原来法国式的猪肉毋但外表好看，内面每一层拢是无同款的材料，每一喙拢食会到因夹做伙的滋味。即马 Fish 要先教我安怎做猪肉内底好食的啊！法国生的猪肉就敢若迄个礼物共款，内底有足侪惊喜伫内底。咱即摆先来做内底 surprise 真古种。哦，内底 surprise。咱即摆先甲水啊，佮有糖放入你这个鼎内底，鼎内底，甲伊煮好滚。好，我感觉你这间灶骹袂歹呢，佫足凉呢。这边做齐全的，足齐全的，啥拢有。哦，你佫有这呢？我知影这我用摕一个无？你即摆较袂滚嘛？你敢知影这是啥？这是慕斯圈，我拢讲 ring。这毋是你落车摕迄个哦？真是呢。做滚了后呢，咱甲这全部的杏仁，啊，佮这全部的榛果倒入去内底，就开始安尼伫拉。你袂使停，你若停，伊就会臭火焦。嘿，愈到后壁，你爱炒了愈紧。我后壁愈紧，伊无伊黏做伙。对，这后壁手会足酸的哦。我即摆都咧酸啊。安尼就咧酸啊。安尼做起来哪像吼？足轻松的对无？看起来足轻松的，恁家己来拿看觅，足歹来。无遐尼简单。无遐尼简单。嘿，好，会使啊。咱甲倒出来放互冷。放互冷之后，咱用机器甲拍做酱。哇，这看起来真好食款呢。我来食一嘴看卖。阿狗，小等一下哦。这拄好好炒起来尔，足小袂使摸。必须姐姐。会对。这片起来足香的呢，我想要试食看卖。袂使。因为咱要注意卫生，咱这是要卖互人客，手袂使摸，袂使偷食哦。我掠准讲，伫遮做工课，就会当猪肉食到饱呢，敢一喙嘛袂使。当然袂使啊。阿狗，你莫摇鬼啦！等我猪肉做好，头一喙就互你食。咱即马先来传油仔鸭的材料。我爱称重哦。哪会遮尔费气？佫伤济，较济一个，佫哎呦，佫烧过啊！真少你是称好袂？哪会称遮久啊？哦，必须。嘿，爱称的物件较济项，安尼足了时间呢，敢袂用量机药就好啊。袂使，因为这食谱拢是阮进前有试验过，一定要照安尼做，物件才会好食。差一丝丝啊，尔呢？袂使，你若差一丝丝啦，做出来物件就是会失败哦。一定要照食谱来安尼行。安尼咱要做一个新的猪肉进前，敢要试做几落摆？爱啊，因为有当时啊做的甲你想的会无啥共款，所以一定要一直去试。安尼试了以后，食谱才会出来。对。安尼猪肉内底啊，有遐尼侪层的，你哪会知影啥物物件甲啥物物件配开，口味较好食？所以爱试看卖啊。就是要一起哦。对。我倒来的肉搭，我拢买转来啊，多一种才会当做出上好食的可颂呢。Fish啊，你莫阁试啊啦，我食袂了啊啦。我想到啊，用红菜头配金椒，紧来倒看卖。无够甜，伤甜，无够酸，伤酸，无够甜，无够酸，伤甜，伤酸，
无够甜，无够酸，甜甜。 Fish 啊，拢几点啊？紧转来困啊！这个甜咯，敢若鸭豆有3种，药啊做好，搁有后一项，完全无时间停落来休困。奇怪，哪会拢无看到阿高？刚讲，伊搁走去摸飞啊！哇！您看，您看，再看到火车呢！哇！哇！再过等看到火车呢！阿高，你咧无影啥？我伫咧检查环境啊。真的哦是姐姐。嘿，哇！你遮真水真天气呢。哦，多谢你甲我斗检查哦，安尼维持环境清气的这个工课就交好你哦。啊！多谢。啊！哪呢？好，咱即马要来做鸡卵糕哦。咱先甲卵还有有糖放伫即个盆内底，先甲加加拍拍。拍，先甲加入去，对，还有这糖，放在机器，好，甲开去，拍，好，差不多啊，安尼应该差不多啊。Fish， Fish， 走去倒。即马甲即个米粉全部拢倒落，啊甲抬，啊搁放去机器顶悬甲加加就会使啊。抬我会晓，教好我就好。好，抬，抬，你看，我抬了有好无？即马就是甲即个鸡卵糕的面糊全部倒去即个烤盘顶悬，搁用即个瓦板甲抹平，抹平筋哦，袂使一边悬一边低。安尼你看卖啊哦。哎呦，Fish 是搁走去倒位啦？紧张。哦。因为我等下爱去准备别项的材料，所以这油气泡你先甲压去即个面糊的顶悬，好，压平均哦。好，无问题，我来。好。啊对啊，你等下用好了爱摕去烘哦。哦。好，鸡卵糕摕去烘。对。好。啊，等下啊 ，Fish。安怎？哦。我逐工咧做，要找你拢找无人呢。哦，因为咱爱利用这个浪芳去完成其他的工作，才袂做袂了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Fish 真正是一个分配时间的高手，做治疗定定拢需要等一下，伊就会赶紧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其他的工课。紧张阿高，做人上解讲。上青上好吃的甜咯，就伫个遮哦！紧来，慢来减一半。紧来，慢来减一半。上青上好吃的甜咯，就伫个遮哦！哇，这个看起来足好食的呢！哇，这个看起来嘛足好食的呢！哇！看起来拢足好食的呢！哇，欢迎光临。好，这位姐姐，你要拣甜咯遐？系啊，我想要看这个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条我捌食过哦，这个好食的呢，好食甲你会买起来哦。安尼这边这粒。哇，这粒嘛是1.1的呢，哇，甜甲你做梦拢会笑呢。安尼我想要个。哇，你看这粒吼。哇！你敢捌食过迄伫厝内底跳舞的甜咯？无吼，安尼你一定爱买这粒无？好，多谢。哇！安尼是毋是咱逐款拢包一个起来哈？哇！就安尼决定啊哈！来算钱啊！这间店除了 Fish 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员工。Fish 逐工拢会甲爱做的代志写在白板面顶，分配予大家。即马拄好有浪芳，我来看卖啊，因咧创啥？唔知影阿高有认真咧做工课无？兄弟阿高，恁不恁做到倒位啊？哦，我这拍卵哦。阿高，你有看到无？
人肯定遐尼认真，啊你咧？我嘛有认真看肯弟姐姐做啊。我即嘛想要变数，我先去一下哈。你哦 ，Rose，你阿煮个啥款啊？要煮啊好啊，即马咧清八达。哦，庆八达，拄啊好，你两个拢伫个，过来开会者，有代志想要甲你问。有啥物代志？我吼像你安尼，讲徛规工，你感觉骹敢会足酸的？淡薄仔啦，习惯就好啊。安尼问一个哦，咱的迄个 Fish， 伊吼这个人吼是足严格，还是对人足温和温柔的？有严格嘛有那个时阵啊。当时的严格。你做唔对代志，爱纠正你的时候啊。工课的时阵较严格啊，啊，休困的时休困的阵，时阵，大家嘛拢是轻松来开讲的啊。你敢有想啥物话想要对伊讲？我感觉伊真正足辛苦的啊，希望伊莫遐尼辛苦。伊就规工就无闲，像蜜蜂安尼，对。你是讲芳哦？对芳啦，飞来飞去安尼，对，就无闲诶。伊中昼有时阵拢无咧食饭。伊拢无咧食饭。对啊。无怪我拄啊看讲，你若无食饭，伊讲有闲。伊拢食足紧诶。伊偌紧？哦，5分钟吧。对，5分钟就食了。5分钟对啊。伊想要去无闲代志。对。就是爱叫伊豆豆啊，慢慢食饭，对好啊食饭，太健康。加油！咧田路店的灶骹，大家拢足清楚家己爱做的工课。Fish 甲同事嘛配合甲真好，真搭吧。有因做伙为着这间店打拼，人客逐工才买会到水阁好食的甜咯。继续老师的音乐课。人不来去出日母，变着阿狗，笑着出日母。Fish 自细汉学音乐，店内这台钢琴一直陪到大汉，后来搁教钢琴17档，因为有做甜路的热情，伊甲上是手的音乐放咧，走去种的法国学做甜路，即马才有这间店。认真做伙来学，在乎的撇步，大家嘛拢学咯。哦，哇，看起来足水的呢。啊，若做歹去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咱会使甲修补。哦，会用修补，安尼我都唔惊。看起来真简单呢。我甲揽起你啊，我先揽起你。好。揽较济，搁较济哦。嘿，这样袂用着，嘿，不要紧，免惊，嘿。所以你讲这里面是你做装塔的一种方式。因为这会使保护伊，莫互伊扣错打了后，伊这会金金，看起来就较水。嘿，安尼食起来味嘛佫会同款。对，会小可甜甜安尼。啊，咱咧里面做好了，咱就爱做装塔。对，才有三块饼，三块饼，嘿，甲放起。目的是咱食的时阵，会有无共的口感，脆脆。因为咱的甜咯，食起来是小可软软的，啊，咱爱有一寡层次。做装塔，甲迄你要食的时阵嘛，有关系呢。对，因为这是法国式的甜咯，伊讲究的就是口感的变化。口感的变化，啊爱水啊，佮有口感的变化。像这装塔，是毋是你若学过啥物美学的物件，就会较厉害啊？无一定呢。无一定。但是爱看你自细汉你家庭吼，你的素养的培养。哦，就是你家己有迄个观念。审美观。啊，安尼你。因为你自细汉就学迄音乐嘛，就艺术的观念嘛，你扛起你那咧大钢琴共款，对，佫有声咧。咱即马佫放一寡巧克力豆。巧克力豆。因为巧克力豆是大家拢爱的。算是黑色的，就是较深色的。嘿。好，咱放一寡较深色的物件，互伊色水顶管嘛较有层次。嘿。哦。你食起来有层次，看起来嘛爱有层次。对。原来要做法国式的甜咯，口味好食，阁无够，外表的装塔嘛袂使凊彩子。我要紧叫阿狗来欣赏我的艺术品啦！哇，
金姐，这甜螺看起来就好食款的呢。哇，金姐你最厉害的呢，这甜螺吃起来good呢。那无啊？金姐。阿狗，无爱哦，这我会哦，我袂问你。啊，金姐，无你搁去做一个啦。袂用去啦，我做一个就个要忝死啊！我看吼，你直接去找 fish 买较紧哦。对吼，安尼我紧去，无想啊，大项买了啊啦。紧去。嘿嘿，总算会用豆豆啊享受啊！这间店已经开5档啊。Fish 定定拢会观察人客的需求来调整伊的商品。除了法国式的甜螺，嘛有做饼、做芳咧卖，闻到咧香芳的芳味，嘴烂就用要流出来啊！5、4、3、2，开始。阿狗拍拍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狗，夜话边啊这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 Fish。哇，这有够水的呢！哇，你人哪会这么好，搁带我出国耍耍。阿狗，咱明明搁伫咧店内底啊！啊，你创啥敢讲出来啦？歹势啦，因为我受过无用啊，所以遮附近有啥物好食好耍的，我拢无去看，所以我带你来遮坐。我头一天去到法国的时阵，去巴黎的时阵，头一天我都去看这个巴黎铁塔、埃菲尔铁塔，就震撼。Fish，嘿，咱遮来加一个人，这位是毋是我的师弟？哦，毋是啦，伊是阮翁啦。伊下班拢会来遮斗3工，是无领薪水的苦工啊。哦，苦工你好。你好。我有甲你斗3工啊，我当然来啊，今仔日你是师弟呢。你拢下班过来斗3工。是啊。安尼真厉害呢，我感觉翁仔某就是安尼，互相帮忙。你看伊若欢喜，你心内嘛感觉哇，伊欢喜啊，我嘛真欢喜。是啦，最主要是讲吼，伊若有心要做对无吼，咱徛在咱的立场，咱就是尽量甲伊支持，尽量甲伊帮忙安尼。毋过看伊遐辛苦啊，你看，佫无啥咧困，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伊讲？虽然你真介意做吼，嘛真辛苦吼，但身体真正爱顾啦。系啊，吼无我看你安尼吼，我嘛是真毋甘。看到本尼定定伫工课做煞了后来斗3工，这份爱的力量大力支持 Fish， 希望恁未来的梦想会当赶紧实现。你家己嘛是爱食甜的物件，爱食，因为我感觉食着甜的物件是最幸福的代志。因为我看你对早起甲下晡，大个时间拢咧做无共款的甜咯。有当时啊是做这，有啥做这，拢无共款咯。我讲哦，这厉害，啥物拢爱会晓咧。搁爱发明新的物件。你敢袂感觉足忝的？有时间我嘛想要休困啊。嘛是会啦，不过就是嘛是爱做啦。爱做。嘿，爱做这件代志。感觉你的精神拢是欢喜的。对。你也无就咧困。介意做这件代志。因为你介意做这件代志。对，我一直。自较早以来，拢是一直为着别人咧耕耘，是做这甜螺了后，才开始讲，想要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所以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你真正是你家己咧，因为我拢无看到忝，嘛无看到受伤的你，我就感觉伊哪会遮厉害，我就伫边仔伊看，原来是你开始为家己，对，为家己活安尼。嘿，我。行出一个家己的人生，对，无问题。你感觉做甜螺，敢会是你一世人要做的代志？因为我就是爱做这件代志。真的哦。嘿，就介意做这件代志，嘿，毋捌变过。Fish 的甜螺有足侪心意甲坚持，对一粒一粒的甜仁，甲一层一层的慕斯，每一步拢爱认真。Fish 行过人生的溪坎，对架放琴。转度去做甜螺，勇敢去追求心中的梦，找到互家己放轻松、甲幸福的一条路。我学到的
毋若是安怎做甜咯，是看到用心去做你喜意的代志，生活嘛会甲笑容共款，有一个甜甜的香味。Fish 姐姐，我甲金蕉有找到一项物件，最适合你的，要送予你哦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哇，是我的名牌呢，足够水的呢，连本里拢有呢。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好不管去倒拢共款，希望恁吼继续拍拼。谢谢阿高，谢谢金蕉，谢谢。